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1年2月15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00篇第1节到第4节，出埃及记第2章第7节到第5节，以弗所书第2章第1节到第4节。咱看见着这个经文旧约出埃及记。新约希伯来书，咱今仔日要分享的主题是新约基书啦吼。伫出埃及记第2章所记载的，咱知影是摩西伊为着要伊的老母为着要保存伊的性命所做的代志，互伊会当得到保守。这实在是新约啦吼，伫迄个时代。咱伫前几工伫2月初8咱有讲过新约，牧师已经小可提到，就是讲有真侪人认为上帝的作为迄个新约，犹原阁停留伫迄个物质上，是咱讲金钱啦吼。如果咱认为新约是安尼的时阵，咱就限制咱所相信的上帝。好，亲像颂扬人，都毋是基督徒。无好嘢的人，就无得到福气共款安尼意思吼。所谓的福，一定要亲像新年咧恭喜甲人恭喜的共款，讲恭喜发财，红包摕来，安尼吗？若无安尼时阵，新年就无快乐，无幸福啊吗？敢讲这真正是咱的信仰？咱爱去思考是上帝时常用这个新约基书，互人来看见伊，来体验上帝的存在。新约基书到底是啥物？咱基督徒要安怎来看上帝的作为甲伊的拯救呢？伫希伯来书第2章的第4节安尼甲咱讲，佮上帝用这新约基书逐项的权能，甲圣神的赏赐，拢照家己的旨意，甲因三甲干净。伫经文内底讲到见证，也是讲真明白，就是甲咱指出讲，咱的上帝所做的新约基书，基本上事实就是一个见证，是要见证上帝的存在，是要见证上帝的权能，是要见证人的性命得到改变。既然是性命得到改变的话，就应该无甲限制伫物质、财务以及其他看会到的物件尔。前礼拜咱有讲到所罗门王的问题，咱也讲到亚罗波安的问题。因的落败是因为因失去性命的见证，并毋是因为因无钱财。咱知影因还阁是王嘛，因还阁有王国的啊。但是因的问题是出现伫因离开上帝，违背上帝的诫命。所以若安尼来讲，就是讲听上帝的话来遵行的人，嘛是一种的见证。好，亲像大笔共款，虽然伊犯错，但是伊愿意悔改认罪，这就是一种见证，就是一种的新约基书。真侪人对伫约伯的故事一开始的时阵是无法度接受，讲上帝是安怎即种代志发生啦吼。但是后来看到42章安尼吼，看到结局的时阵，真好，上帝有加倍赐福伊吼，改成互咱足满意安尼啦吼。但是真正约伯书的重点在伫上帝赏赐伊吼，伫老尾赏赐伊有14000只的羊，有6000只的骆驼，2000只牛，1000只驴仔，阁有7个囝，3个查某囝。重点是伫遮吗？
当然，这拢是新只技术啦，上帝特别的恩典啦吼。但是，敢是伊的经文的重点？重点敢真正是伊伫迄个了后，佫活140冬，伊会当看到伊4代的子孙最后长岁寿来离开世间吗？这是上帝做伫这个约伯身上的新约技术的重点吗？当然是新约技术啦吼，但是毋是重点啦。重点应该是伫约伯记42章第5节，约伯的信仰告别。约伯安尼讲，我进前捌听过你，但亲目看你，这是一个见证。真长的篇幅，伫这个约伯记内底，咱看见伊伫遐反起反倒，毋知影上帝即意思是安怎。所以，上帝伫约伯身上最大的新约技术，是伊一个人的性命的改变。后壁遐个才是佫加添互伊的福气。咱佫来看约拿书，约拿的新约技术有真济吼，伫迄第4章内底有真济吼。耶稣基督捌讲过，新约只有一个，就是约拿的新约。当然，伊是咧指着迄个死亡吼，就是迄个鱼仔腹肚底的3日，然后3日了后佫活，这咧预表伊家己将来要3日了后佫活的代志。当然嘛，佫有迄个上帝平静即个风涌吼，当逐个甲伊带入去海内底，风涌就平去吼。佫来咧。互约拿深知上帝是迄个掌管陆地、佮掌管即个大海的上帝，这嘛是一个新约。佫有无？其实约拿书规个的重点是伫迄个上帝的怜悯，互遐个原本毋捌伊、毋捌上帝、满有大罪恶的遮个对王啦、到贵族啦、到百姓。愿意听到先知的话来认罪悔改，这是上大，也是耶稣所咧讲的新约之一。要互人有悔改的见证，这嘛是耶稣基督降生最大目的，敢毋是安尼？人的悔改是上帝藏伫即个世界上大的新约技术。因为要成做上直接的见证，亲像迄个抽象的撒该的悔改，彼得的转变本地咧爱出风头，无承认耶稣，竟然伫迄个圣殿的美门的口，甲迄个摆骹讲啥？今到今我拢无啊，只有奉耶稣拿撒勒耶稣的名，叫你起来行。彼得所见证的是耶稣的名。进前好人，即马勇敢承认，新约是金甲银我拢无，但是我只有主耶稣。吼，这个是足特别的啦吼。另外咱看见伫迄个古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人，伊为着要互知，所以透中昼去抢水。但是当伊拄着主了后，竟然去街仔路家己去宣扬讲，即个人知影我有几若个翁。即种的转变就是新约，就是技术啦。咱呢，诚做今仔日的基督徒，上帝伫咱的四周围，伫咱的生命顶悬所行的新约技术是啥？咱敢有发现伫咱的生命中间细细的见证呢？亲像咱已经经历1年偌久的武汉肺炎，伫即个疫情的中间，咱无搁惊吓，这嘛是新约，敢毋是？当确诊的人数一直咧飙悬，去世的人足侪人咧着病中间，上帝依然保守咱心灵平安、身体健康，这嘛是新约。
咱每一工困醒，拢阁会看到日头出来，这嘛是神业，敢毋是安尼？还阁有无？咱家己来思考。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1年的2月1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0篇1到4节，出埃及记第2章1到7节，希伯来书第2章第1到第4节。在旧约跟新约的经文里面，我们要来一起分享的主题是神迹奇事。出埃及记的第2章记载了摩西的妈妈想办法要把摩西的生命留存下来，这个是上帝非常特别的神迹奇事在摩西的身上，当然还有他的计划。几天前应该是在2月8号，牧师跟大家谈过神迹这个概念。牧师有提到说，许多人对于上帝的作为神迹仍然停留在所谓的物质上面。如果我们这样去定义神迹，这样去想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限制了上帝，好像贫穷的人就不是基督徒一样，好像不够富有的人就不蒙福。难道所谓的福一定要如同新年的恭贺词一样，我们常常说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？那如果没有得到更多的财富，新年就不快乐，基督徒就不幸福了吗？我们的信仰真的是留在这样的一个程度而已吗？其实上帝时常以神迹奇事让人来看见他，体验上帝的存在。神迹奇事到底是什么？我们基督徒应该要如何来看上帝的作为与拯救呢？希伯来书第2章的第4节这样告诉我们：同时上帝自己用异能奇事和各样的神迹来加强他们的见证，又按照自己的旨意把圣灵的恩赐分给我们。这里提到的见证，神迹就是为了要见证就是说非常明白的告诉我们，上帝的神迹奇事其实就是一种见证，是为了要见证上帝的存在，是为了要见证上帝的全能，是为了要见证人的生命的改变。既然是生命改变的话，那么就应该不仅仅限于在所谓的物质啦、财物啦，或是其他一切看得见的事物上面。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的所罗门王的问题，也提到了耶罗波安的问题，他们的败落是因为呢，他们失去了生命的见证，并不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财富。请记得他们还是王，他们还是拥有财富，可是他们失去了生命的见证，所以上帝要把他们灭掉。而他们的问题在哪里？因为他们背离了上帝，他们违背了上帝的诫命，所以呢，从另外一个角度，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，就是所谓的见证，就是能够听上帝的话，遵行上帝的诫命，就是一种见证，就是一种神迹啦。我们用大卫王来做例子来思考，他犯了错，但是他愿意悔改认罪，这个就是一种见证，就是神迹奇事。许多人在读约伯记的时候，开始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就觉得无法接受，因为怎么可以上帝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？但是后来看到这个结局，在42章的最后面的时候，还好，上帝有加倍赐福给他，好像上帝做的让人满意一样
其实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思想一下，约伯书的重点真的是在上帝给他这些物质上的赐福吗？让他拥有14000只羊，让他拥有6000只骆驼，让他拥有2000头牛和1000匹的驴，还有7个儿子3个女儿，这是重点吗？是否是因为在这个之后，上帝又给他140年的日子可以活，又看见他世代的子孙，最后他可以长寿善终吗？这是重点吗？这些是上帝做在约伯身上的神迹奇事吗？当然是，但不是重点，不是这一些财产啊，不是只有这个几个儿子几个女儿，看到世代子孙，不是。重点应该是放在约伯记的第42章第5节，约伯这样的信仰告白，他说：我从前风闻有你，如今呢亲眼见你。这个是上帝在约伯身上最大的神迹奇事，是重点，因为他这个人的生命改变了。我们如果去读约伯记，就在这么长的42章的篇幅当中，开始记说他是一个义人，后来发生不幸，后来42章看到他得到祝福，这当中他都在起起落落，在思想，在挣扎，在怀疑。后来他说了：从前风闻有你，如今亲眼见你。这样的信仰告白，这个是重点。约拿书的神迹其实有很多哈。那耶稣基督曾经说过，神迹只有一个，那个就是约拿的神迹。当然是指的约拿在死亡之后，所谓的鱼的肚子里面，后来3天又复活了。当然，这在预表耶稣基督自己也要遇到死亡，然后3天复活。其实还有平静风浪，就是当这一些船工把它丢到海里面，上帝就平静风浪了，这也是神迹。还有让约拿深知上帝是那一位掌管陆地又掌管大海的上帝，这也是神迹。还有呢，其实重点是在第3章，那个原本都不认识上帝，却因为上帝的慈悲怜悯，让这个满有大罪恶的这个城、这个国家的王公贵族以及到庶民、人民百姓，都愿意在听到先知之言之后呢，认罪悔改。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谓的神迹之一，也是耶稣基督降世最大的目的。人心的悔改是上帝放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神迹奇事，因为要成为最直接的见证。比如说税吏撒该的悔改，彼得的转变，一位原本是否认耶稣的人，最爱出风头的彼得，竟然在圣殿的美门口说：金和银我都没有，只有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彼得所见证的是耶稣的名，神迹是金和银我都没有，但我只有主耶稣。我们再看看那一位在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的转变，原本为了不让人家知道他选择中午去井边来取水，后来在遇见主之后，他竟然到处去宣扬说，这个人知道我有好几个丈夫。我们呢？上帝放在我们的周遭，在我们的生命所行的神迹奇事是什么？我们有没有发现，在我们在生命当中最微小的见证呢？比如说，我们经历了1年多的中共武汉肺炎的疫情，
如果我们不再害怕，不再担心，是不是神迹呢？当确诊的人数一再飙高，上帝却保守我们心灵平安、身体健康，是不是神迹呢？每一天早上起来，我们还可以看到太阳，是不是神迹呢？还有很多，我们应该每一天都去发掘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神迹奇事。